看你流目屎，因为你是我的所爱。当初哪莫来相识，今你也免心悲哀。深去了你的目屎，刺去了破碎的心肝内。你的心意我了解，啥人心内袂感慨？你是我所爱。看你流目屎，因为你是我的所爱。当初哪无来相识，今日也变心悲哀。深去了你的目屎，刺去了破碎的心肝内。你的心意我了解，啥人心内袂感慨？你是我所爱。阿德啊，老师啊，非常了不起！你的迄个曲势吼，为头到尾拢无改变，足深情啊！安尼用麦克风安尼摇安尼按，可见你有偌紧张，一手举咧会滴落迄个感觉安尼，所以迄个曲势是感动人的，你知无？嘿，迄是上舞台一种诚意。我觉得除了紧张以外，拨一边，你的开口有够赞，转弯世界迄个开口。真正做了有够好，迄个开口叫做啥？男子汉。啊，安尼歌曲嘛是足罕见的，是较早的老前辈所写落的这种的歌曲吼，我感觉真的很有它的味道。那你搁把这个味吼唱到足到位的，我感觉是非常不错，非常不错。可是今天就是小紧张，然后呢音准就会有点安尼小飘哦，对音准的问题哦。好，王洪德。老师好。为什么觉得你不是为自己来唱歌，是为了圆太太的梦呢？这样子比较不会受伤，对不对？万一失败的话，你不能那么直啊！啊，你不能那么直啊！我欣赏你，我拄则就讲啊，男子汉，有影无？有听到无？我刚刚也会被那个张雅文就是喜欢上的男人哦，也不是什么流行款啊哈。我欣赏你的个性，老岁仔人为咱尊重就好。谢谢。啊，今天唱这首歌哦，太感性。我觉得你唱歌就是给我满满的感性，没有任何技巧，只有感性，这一点就很棒哦。好。